Hello，大家好，我係嗰本歡迎收看火氣來咯。喺屏東嘅草竹啊，有一個火車為主題嘅鐵道園區。一地方呢有乜嘅好食、好搞、好料嘅？今日呢，我哋就特別邀請在地嘅好朋友，也係園區地方嘅員工，好好同大家來紹介哦。馬上來歡迎佢吧。歡迎我哋來自草竹鐵道園區嘅李議長。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屏東竹田李議長。哇！一直歡迎來到我哋節目地方，頭頭有講到嘛，唔睇園區地方工作，故說話要麻煩好好同我哋紹介咯。首先請教一下一直，你這個本身係哪隻邊嘅人啊？我係屏東竹田鄉嘅人。竹田鄉，竹田鄉係哪一村啊？中南村。中南對於草竹嗰邊親近啊，嗰時唔上班離嘅喺啲地方親近，差唔多1 km嘅路上啊。起很近，差唔多10分鐘就到嘅。哇！安尼上班係咪可以稍微注意些？冇啦，我會提早到，因為我會管理一些東西，要我會準備一些貨。哦，醫生，你看可能佢後生咧，嗰時講唔提一個園區嘅工作，係唔係你這個第一份工作吧？唔係，我第一份工作提嘅蘭花園，提種苗嘅。其實下來第一份工作就係做日本料理。再下來就係到我大學3年生嘅時間，都可以新加坡實習。實習都好為1年嘅，都好嘅我哋嘅疫情爆發，我哋能回到台灣。下來學校嘅就係同我哋前海嘅實習嘅廠商，我就到鳳山嘅愛琴海岸嘅做我廠嘅服務人員。服務人員作為2年lang，大家看到我按上網。要係我到草竹嘅鐵路文化園區，因為鐵路一個園區呢，都好我哋大家同個台鐵嘅有人員有熟悉，同我哋配合到我哋去標嘅案呢，叫 BOT 案，我哋就係我做嘅管理人。哦，就係安尼嘅人，嗰時如果你去一個鐵道園區去工作嘅。不過頭頭聽安尼講啊，大學3年嘅時間都開始睇工作嘅，你哋工作經歷算挺久嘅呢吼。算蠻豐富嘅，因為我先學日本料理，學嘅差唔多會1年lang，就都可以實習。實習過來就銜接就到愛琴海岸嘅做。你自個本身讀嘅課呢，也係同一個傳統相關嘅嘛？我本身就學餐飲科。對高中、大學都讀餐飲科畢業嘅。記得講一個鐵道嘅園區啊，開幕到今啊差唔多1年lang嘛，吼。嗰時睇園區開幕嘅時間都睇地方工作嘅。係對開幕嘅下我哋就睇地方準備營業開始去工作，我哋就分配到我做乜嘅，我就做人事，又做總務主任嗰度。哇！安尼一個工作嘅內容一定係豐富呢，可以麻煩就好，因為你哋對開幕都睇嘅準備嘅嘛，吼。對一個園區一個算是相當嘅熟嘅，嗰度同大家來紹介一下講，一個園區到底有哪幾期，佢有乜嘅分別，好冇？我哋園區要買門票入去，計算冇算清潔費，計門票又可以做折抵，我哋100元又可以折抵50元。我哋園區有傳統嘅，呢當我哋傳統嘅食東西，又可以折抵100元，就可以全額折抵。其他嘅關於像外帶吧，有咖啡湯，有文創商品嗰度，我哋就有份4個屯點嘅嗰度可以折抵50元。我哋如果有學煮嘅用嘅嗰度，我哋地邊有一個太湖，就算人工湖，人工湖地邊有一隻水牛，而喊個公主。公主嘅話，伊差唔多一歲啦，伊哋佢溫順，又可以同人客互動，又可以餵食。哋外帶吧有買嘅紅蘿蔔同飼料，可以俾用嘅煮嘅嗰度。我哋文物館地邊呢，就介紹到我哋文物館歷史嘅變遷，對高雄廠看到我哋草竹廠嘅歷史嘅演進。我哋園區有一個大霧車，大霧車當空有18000人粒嘅毛糖，而個火鐵道面有去親身去算過一粒嘅白磷鬼車，伊就做偵查又可以防止伊安尼流下來。
哦，古说讲糖烘类啊，有啲延期，唔但像脑杯可以留了，底杯还有像唔讲嘅，睇到嘅文物馆啊，有就好可以入去。啊，底杯真是有按到嘅火茶喺底杯哦。火茶开始咧火茶摕脑杯做展示啦，啊底杯呢就介绍到我哋咧火车机场嘅变迁史，因为我哋隔壁都有一个维修机场。要去嘅机场，就係維修火車的機場。我哋就有時間有人客，我同我哋主問，伊講我入去參觀，一定係就會帶領到，一定入去到機場地杯做參觀，參觀後來又會到我哋文物館地杯，因為文物館地杯就介紹到我哋機場嘅變遷史，幾多相片，有我哋咧鎮園之寶。大霧車藍曬圖分析一定用嚟做嘅，啊地杯有本身人嘅教嘅地方，有 DIY 會當可以自家做鑰匙圈，又可以畫火柴。哇！安尼糖烘類啊，古所講，佢唔係單將講像人家一般嘅文物館都講，哎呀東西邊啊摕嘅都冇嘅，其實地杯還有搭皮下好青島嘅發通安尼嘛吼。有個延期糖烘類，因為火茶，人講調到種嘅太古茶，佢可以做一個偵查，古所講佢有個面積體積應該會清態嘛。古所講有個範圍有個延期面積唔能有算過佢一番冇。人哋面積都差唔多，我哋延期有8公頃，啊我哋規個面積係86公頃，才有加嘅機床。哦，機床嘅裝修嘅地方。裝修嘅地方。哦，個裝修嘅地方一定要申請預約才可以入去做冇？係一般人冇法度入去。啊，我哋嘅地杯有個站很多南方小站。南方小站我就係我有預約團推貼預約團體，我就團嘅嘛嘅義遊網嗰度，咱可以看到一間站很多南方小站。摩擦就鐵路員工，咱可以討論火車到我哋嘅南方小站嘅地杯了。啊，一定是要上班啦，上班下班就會討論火車。嗰種講，意思頭先唔講嗰個南方小站，佢真係喺個茶條，我有火車安尼，出入安尼啊。係。啊，平時見啲員工就對那坐嘅火車多有個南方小站。一定高雄都有啊，朝住見啲員工也可以打嘅。坐嘅火車入來嘛？會可以，因為一定上下班，會討論火車對於做人佢是視察咧，入來到我哋南方小站。啊，一定上下班就有固定嘅時間。哦，安尼佢貼片呢？古所講人咧，愛預約已經愛團體課才可以有法度去坐到有個火車，攞杯你冇法度。火車我哋一般人咩坐唔到，因為嘅愛同嘅推薦人員預約，我就會包火車，啊包一擺火車咩唔會貴少，差唔多19萬。哇！安尼我一多年真有冇有個法度啊？因為茶生意來，我考慮到幾多東西，因為考慮到嘅茶量我唔會上重嘅度，因為考慮到年人嘅維護。哦，嗰度我批下佢哋攞杯火茶嘅班次嘅時間啊，吼，佢哋自家睇地杯運作嘅時間。嗰度講有個應該有個貼片嘅發通，佢可以批下有個坐有個南方小鎮嘅火車嘛，吼。有最貼片咧係有澳門，澳門嘅人來結婚，啊一定就包火車，安尼對高雄，安尼入到我哋嘅南方小站嘅下茶，下茶就是只轉入來我哋鐵路園區啊。安尼真是真貼片，真難得嘅經驗呢。就調到安尼唔少嘅有個園區地杯有傳統嘛，傳統爭一件嘅嘛。傳統爭一件，啊另外一件係咖啡糖。啊咖啡糖地杯有買我哋嘅鐵飯碗偏凍，鐵飯碗偏凍嘅由來就係我哋公務人員嘅考試，咱可以去到參加，咱可以做我哋公務人員。故說我哋準備嘅鐵飯碗，本考試嘅人員先去是包嘅，咱可以有啲去有資歷，可以考到我哋嘅公務人員嘅鐵飯碗。意思就係講人家講嘅考試啊，也做某個之前我是中嘅，送中嘅去用。包中安尼。所以人哋鐵飯碗嘅偏凍，如你做嘅考試考好了，啊有個鐵飯碗嘅偏凍，係同人哋一般人哋攞杯
是得多一个铁路片段啊，内容是一样的吗？内容差不多，我哋有自家创我哋嘅品牌，我哋很多炒铁饭碗便当。第尾出成咩差不多有嘅猪排，我哋最特色嘅就是猪排片段。第尾有嘅花椰菜，还有贵边锅嘅，又可以做仔嘅，又可以做泰国虾料理嘅片段。所以我哋有自家去创新，去改个片段嘅項目。哦，阿陣頭頭有講啊，唔最特別嘅一個鐵飯碗嘅片段啲主題吼，有個豬排嘛，唔能豬排都帶特別點來，做嘛嘅唔能會推薦講唔能係特色嘅。豬排呢有經過我哋嘅廚師，有自家滷汁秘方，攞下去攞嚟米絲幾好。我所講也有特別嘅方式，有特別嘅味道，唔能咧煮嘅係唔係用特別嘅人講嘅肉煮嘅無煮嘅。我哋咧洋氣煮嘅係麝香豬。哦，也係算個特別嘅一個肉煮呢吼。麝香豬冇睇食啦，煮嘅都係用我哋一般嘅豬排。去做鐵飯碗便當。哦，迄個湯唔錯，我覺得唔能地尾燒嘅麝香豬行去拿來做豬排煲，唔能嘅煮嘅行去再講呢。無啦講那個，你唔能即係除了一個片段之外，哈，還有可以有適量嘅地方冇？有我哋更加有嘅乜嘅刨冰，用雪花冰係一種我哋嘅炒鐵嘅特色，外帶吧。咖啡湯嘅地尾有賣乜嘅量嘅冰沙嘅都有。哦，嗰所講唔能示範嘅地方同嘅適量嘅地方就分開來，一個係咖啡湯，一個係傳統。係。你唔能嘅有個營業嘅時間會冇相同嗎？延期嘅營業時間就到8點，晏晡8點，為對早晨頭9點到晏晡8點。我哋傳統嘅點傳嘅時間最慢就到7點，營業時間咪到8點。哦，嗰所講唔能傳統嘅時間韓國久呢吼，其他嘅地方可能都結束嘅延期，觀方來，唔係講延期觀方來，延期嘅文物館嗰度觀方來，還係可以當唔能傳統來示範。就係分享我講上個多嘅潮州真年人嚟到我哋潮州鐵道延期是安全同聚餐。哦，觀眾朋友，有個按特別的火車鐵道延期啊，大家按你有認識的冇？唔過啊，聽講地背還有幾多嘅發通呢？冇就嗰樣，我哋休息一下試比賽，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上一段同大家睇開首嘅一個潮州嘅鐵道延期，唔過延期地背對開幕都更加一直佢哋嘅團隊啊，遇到哪度嘅困難，甚至講為到宣傳一個延期，佢哋作為哪度嘅努力，我哋繼續嚟請教佢吧。一直前面講啊，雖然講一個延期開幕都更加時間冇一年啦，唔能睇準備嘅時間，又遇到個乜嘅個困難，也講對你嚟講個挑戰嘅事情呢？個挑戰嘅事情就像上一年，我哋有辦嘅賽神蝦活動，因為賽神蝦活動算大會考，因為我哋有準備嘅布棚，本人烤肉嘅度，因為有拄好落太熱，一定嘅菜嘅度會掉嫩，會掉啊睇內風，我哋如果想辦法去限怪樹，因為太柴嘛，要限怪樹限乜嘅拖吊車嚟用下嚟道路救援，因為拄好掉啊睇我哋園區地背，要限太塞茶嘅度嚟到我哋園區去鋪天內，因為天內兩百隻腳，冇法度做我哋嘅大神蝦大會考。嘅烤肉嘅法通，要拄好落太熱嘛，我哋就要準備要送作嘅嗰度，要擺作嘅，落太熱我哋就規身咧都加搭實，條街就喺我哋先去揾師傅問啊，揾起嚟能強再繼續嚟參與一個大會考嘅活動。嗰種講一個係對你嚟講影響個層面一擺嘅法通，按當年去到延期地背啊，按唔能工作人員一多少，有法通好應付按多嘅人流。
佢都會同政工所配合，因為政工所一定會有人員會幫我哋，啊我哋自家會臨時調度會就會落尾落錢。你除了配合一個潮州政工所嘅法通之外啦，還有其他哪度嘅法通唔會聽人嘅判？像有人家同人做嘅衝突嗎？有，就像全家便利超商，一定公司聽我哋嘅有判過法通，一定咩包廠。一定自家搶嘅嘛個攤販區有宣傳冊，有舞台冊嗰度，就直接進入我哋嘅人氣。我哋包廠嘅話就看一定使用時間一久，就單會算場地費嗰度。嗰就講可以按誒，如果談方來像公部門啊，大企業、大公司安尼同人做嘅一個場地，前面嘅時間有談到講，人嘅有人去結婚行去包嘅場地，甚至於講主要嘅貨車，可以小計下，怎麼嘅有按好嘅方式可以去做到按好嘅場地呢？一定喺澳門嘅人，一定都好來台灣，看到也有一個鐵道園區。鐵道園區就係我哋就住嘅鐵道園區嘛，又可以坐貨車坐入我哋嘅南方小站。地杯又可以搞又可以撩，我哋就為了嘅法通又請各度嘅工作人員，因為一定嘅家族企業嘛，家族就會到我哋傳統嘅食飯，因為我哋要做buffet。又做自助餐嗰度又單點，又簡餐嗰度。嗰所講其實今日係一個大家族，人各度，人可以包廠包到甚至於講坐貨車安尼類。假使講人冇按多嘅話，也係可以同人做一個場地咯。人冇按多嘅話，就看你會做落杯，就我哋落杯貴太貴飯嘛，又可以做落杯，又可以做傳統嘅。我哋地杯又個簡報室，又可以同公司嘅小單位開會嗰度都可以。嗰種人嘅空間一定嘅多用咧，唔單止可以辦法通，甚至開會啦，做其他嘅法通，也做得聽人嘅人氣地步可以去出行嘅嗬。可以。安尼算下來一年來講啊，有幾多年來包一個場地嘛？一種幾少，因為個包廠我有一部分嘅人啊，我有，我哋包廠嘅話，會影響到我哋嘅生活。因為我哋開店就會賺錢嘛，假使我哋開店一定要包廠，我哋就冇錢好賺，因為自家會請個各單位來也擺攤嘅，我哋咧有室內又有涼嘅，又有雪花冰嗰度，故所我哋會先考慮到一定會影響我哋嘅生活嘛。假使會影響多嘅話，我哋就會排除嘅。安尼講到一片頭都好像青春也冇唱歌好阿者，你哋咧傳統除了賣片同賣食的，還有其他個體配咧可以銷給本大家嘛？推薦本大家。個體配咧話我哋咧火鍋，因為更加按一天，咩係幾多人多我哋咧傳統嘅店嘅火鍋，我哋有個熱砂鍋，我哋個推南洋風嘅熱砂鍋，因為幾多人點，講嘅米線同嘅新加坡、馬來西亞嘅米線個上強啦。嗰種講也係人伊咧主打都係火鍋安尼個部分。聽人嘅說啦，係全部聽地杯食嘛，也係講人有像人家講嘅攞杯露天嘅一種可以佢哋食飯咧。我哋攞杯就係我同我哋咧同屋傾下食飯，我哋咧煮嘅用嘅，我聽我哋作大下穿來穿去，有啲人客會講嘛，講就會當我哋傳統嘅地杯食。更加天時要按一年，咪會當我哋傳統嘅地杯啦。嗰少年提落杯，落杯嘅話就從外帶吧有賣嘅齋同叉冰、雪花冰嗰度，涼嘅都提落杯，同又可以俾煮嘅俾用嘅嗰度。嗰所講人其實看一個人氣千態繁嘛，都好，假使講天時好嘅話，下主條題嘅風景一定係正吼。有幾多年一聽吼，咧坐一提攞杯是涼嘅啦，同嘅同屋安尼互動去搞嘛。人開幕都更加，即個人團隊有去計算過，你攞嘅人客啊，喺團體嘅人客角度呢，也係講一般像小家庭安尼嘅人客角度。我哋平常時拜一到拜五，會有遊覽車嗰度，遊覽車我哋有分有包團體嘅巡路員嘅話就係100元，買門票，我哋會發個折抵券俾佢哋做使用，做我哋咧傳統，又係當我哋咖啡堂，
外带把都可以做折抵。我哋又分390元的户外教学，户外教学的方案就本身人呢，嚟到我哋延期可以嚟到半夜，就到早晨頭9點到我哋下晝頭2點。我哋也發通地杯又可以到我哋頭頭講嘅機場地杯去參觀，又可以坐我哋園區有小火車，小火車嗰度咩可以坐，又可以我哋解說人員又可以到我哋文物館地杯去做解說導覽。嗰就講有個團體人客分做講一般的人入來，其實家去留了嘅，唔是唔能帶嘅，嗰種就一般的門票都好。啊，其他係講入來講可以有一個套票390嘅，入來人哋同導覽，啊甚至講幫你去搞一個小火車啦，或其他嘅活動，啊有保釋的冇？有分380，380就本我哋太平洋嚟到我哋延期。假使當主頭來，又可以去到我哋傳統嘅，地杯有套餐，便當鐵飯嘅便當嘅套餐，又有涼嘅，又有飯包可以食。我哋380就可以到小火車咩可以坐，然後延期解說又可以，文物館解說咩可以，又可以去到我哋嘅老杯去留了，因為老杯咩嗰度東西好翕相嘅地方，我哋延期有7台迷你嘅小車廂，車廂太朋友，你講佢唔可以打開來嘛？人哋嘅做實體嘅冇法都打開來嘅。哦，你講睇老杯同佢翕相啊？係。啊，你談好咧，啊就人這個嘅人哋講套票啦，吼，其實佢有分嘅，吼，做團體人客嘅，有哪度嘅等級，有哪度嘅方案，看這個嘅時間同興趣去選擇。要個其實啲人員係人這個團隊，也係講推鐵嘅片咧，佢哋嘅員工啊。人哋嘅工作人員本來係靠鐵路局。更加靠唔到，更加係我哋延期做嘅介紹人。哦，嗰就講伊算係你願望都錯嘅，佢係冇法都好做台鐵公司嘅員工，唔過佢哋揀人哋團隊來做一個導覽人員。係。哦，啊你唔能即係個團體客剛剛提到手機係嚟嘛吼，一般嘅遊客假使講人哋人數過多嘅話，有法都好預約像提到講嘅團客一種套票嘅形式冇？可以，因為我哋像一般人會去個遊程嘛，遊程就可以到我哋園區買個套票的方式。啊，假使人數唔拉嘅時間，我哋就如何算一般遊客，你攞我哋延期。哦，係安尼。啊，唔能全部都更加按到嘅人客啦，吼，除了來要判發通之外，你自家本身嘅工作會同人客有過多嘅互動冇？拜6禮拜各送出來同人客互動，因為我自家本身更加睇學習睇辦公室地杯辦公。拜6禮拜人客嗰度，我哋就如何出來接人客。哦，啊，你自家睇你同人客互動嘅時間有看過吼，也係講特別來一片老了嘅人客，也係講幫影響過層面冇？以前就睇愛琴海做過，啊導遊嗰度過來又。你到我哋延期要多好看到人，就係問我講，啊你用我睇下做咯，我講每條架新人我那會比派來也朝主也做。哦，就講睇嘅看到睇也看到，到底睇那種辦講唔清楚。不過也對你嚟講算係一個難得嘅經驗啦，吼。哦，觀眾朋友，人哋延期地杯傳統有按嘅按好是有按到無窮嘅發動可以體驗呢。啊，不過還有哪啲內容也係講神奇嘅故事呢？休息一下，我哋繼續再嚟同大家講哦。前面依家有同人哋手機嘅特別嘅團隊啊，辦嚟嗰度嘅發通，啊唔過頭到我自家對有個 DIY 發通，嗰有興趣呢，繼續嚟請教一下阿澤，今年 DIY 到底有做哪啲嘅東西吧？阿澤，頭到有講啊，你哋自家嘅 DIY 發通嘛，頭到睇唔手機，嗰度人嚟參加有去參加過，你哋嘅 DIY 到底地杯係做乜嘅呀？人哋 DIY 發通就本小朋友，因為小朋友玩過細嘛，過細發就可以自家手做 DIY。DIY 我哋做鑰匙圈，鑰匙圈就可以自家先挖火柴，挖嘅我哋嘅有工具，可以幫你做成鑰匙圈，又可以帶過去。如果說 DIY 發通係一類啊，還有其他嘅呢？
其他就我哋文物馆底部有个，咩叫讲迄挖火柴的地方啦，咩本小朋友一定去搞了的。哦，最主要要嘅本小朋友嘅 DIY 活动吼，唔能都设计安尼嘛。啊，唔能同小朋友，因为一般嘅睇年仔应该冇问题，同小朋友睇沟通嘅时节，唔能冇有困难冇。沟通的时节係非常困难，也係講冇有過神奇嘅事情呢。因为小朋友佢會有的會過點，有的會佢會問問題，啊一定冇睇廿歲問問題，就上張開見問，啊我哋就天天嚟談，啊就天天嚟回答一定，啊因為像我哋有帶個小朋友。就會帶一定去機場嘅地方參觀，啊我哋又唔可以講啊太深，太深啲小朋友睇唔識。故所我哋會用爸爸帶細人嘅方式，帶一定去參觀，又係同一定講解，一定嘅機場地方有乜嘅，一定人氣有乜嘅，又可以坐小火車嘅的。嗰就講唔能，雖然講大部分應該按後上都合模嘅結婚啦，又係講有細人嘅，但係對有嘅細人嘅照顧，唔能有嘅年下開始，唔能都學習用辦同細人嘅互動安尼嘛。會唔會有見人糾子嘅時間，唔能不知所措啊？一定糾子嘅時間，因為我哋單論小朋友，一定會有老師一定評論。哦。對，老師一定就會去個安撫一定啲小朋友，啊我哋就去個就單論其他嘅小朋友繼續參觀我哋其他嘅東西。啊，前面有講到青島北有嘅小火車嘅部分，小火車佢係固定一段路，佢行來行去呢，又係講佢係老貴嘅延期啊。那啲小火車就會停一看，我哋嘅環湖算環湖小火車，聽論嘅安尼有用嘅導覽音樂解說我哋延期島內有乜嘅東西，啊安尼停一看，就到幾個到我哋嘅文物館也面前呀。哦，啊停一看差唔多1久嘅時間啊。停一看差唔多10分鐘。10分鐘。哦，我配合到音樂啦，就導覽解說嘅音樂。安尼細年咧一聽真好嘈，有嘅小火車做冇，都會係唔驚下落。佢就安尼，啊爸爸媽媽就會難論，啊細年就會見餃子，就會講往外嘈。安尼其實照顧細年咧冇乜嘅啊，都望見人去嘈嘅小火車都10分鐘嘈到咧，再一看就10分鐘。因為我哋小火車伊就單槍我哋團體就係80萬元。就是一個人就80萬元啦，有價錢，因為我哋有保險嘅問題，加上我哋有一個家私，啊有到爸爸媽媽，因為我哋有3台小火車，啊有到爸爸媽媽就會單人一定每一台都坐，因為細年嘅規劃坐小火車嘛，就每一台都坐。所謂共用安尼頂係3間，因為冇共用嘅小火車，哇塞！安尼有嘅小火車吼，從唔能嘅延期地位，其實除了第4呢，應該冇受到天候的影響。啊，但路尾應該有落雨時節，小火車還會有嗎？小火車係有一個有帶嘅，有兩個有天棚嘅啦，啊一個是冇天棚，像蒸汽火車嘅種嘅插頭，啊有兩個是一個是小丑號。啊，有一個小丑的面體嘅海洋號就會熱帶海洋世界那一種，啊海洋號就有個可以遮雨的地方啦。啊我哋落雨天就會用保鮮膜安尼頂一看，可以防止個雨拍到一點。哦，嗰種講其實落細雨嘅時節，其實行小火車還可以坐。還可以坐。哦，就像嗰種落太雨嘅時節，落太雨就冇法度嘅。係啊，呢個有嘅係我們最熱門嘅一個項目。啊，除了我們這個睇鄉書啦，吼，唔能嘅小火車，甚至於講去船上吃飯。唐講唔能嘅片，因為附近一定係講有幾多嘅，一樣事啦，又一個鐵道迷又要去唔能嘅翕相，其實都係翕物嘅唔點喎。有延期有嘅乜嘅百年木造車廂，上一年有聽我哋延期展覽，展示過30年，啊都也係唔知掉去哪，啊更加有乜嘅R38就藍皮解憂號。更加睇我哋延期做展示，有道路救險車，就是火柴救險車嘅度，更加就幾多鐵道迷會認識我哋嘅，冇有啲人會擺個微信安尼翕，因為睇我哋嘅有個橋風會有火柴安尼出入，一定會睇橋燈風安尼見翕相。哦，嗰種講其實延期地位不是會有特別的火車，特別會做展覽。哦，嗰種幾多年吼，除了
气氛复杂之外，也有民众会议定嘅协商，嘿甚至于讲，因为也个係提基礎嘅順候嘛，啊有啲复雜嘅提嘅出出入入，見到會貼喺百度嘅順候嘅，記得講唔講咧，其實我有印象，佢講嘛，佢可能能攰嘅延期啊，看到复雜呢。哦，啊，你除了一個复雜，鐵道迷會喜歡去。喺那半時間，一般嘅人哈，甚至於講有嘅攝影師帶隊去翕嘅婚紗有冇？婚紗有原住民嘅度，一定有為了來翕婚紗，因為我哋有個玻璃橋，有上面玻璃橋，安尼可以對安尼翕過去，又可以翕到安尼吊橋，又可以翕到夕陽。我說唔單止講氣氛复雜，也講氣氛翕相嘅，睇唔能延期地位都可以潛得到，即個氣氛嘅角落去翕相都做嘅啦。哎呀，唔該，一般嘅人啊，想講幾多年我翕嘅種行嘅鐵路有冇？行去貼去某個阿里山啊，跟住去潛無复雜，也講 Q 嘅复雜都冇得試嘅，咁有法都好試。去翕相。更加呢，唔是，佢都唔能延期地位，唔能丟個鐵路本人家翕相嘅，又清安全，知冇？對。哦，除了去搞去翕相去食東西之外，啊，假使講要離開要登陸，唔係從根本你眼能條件看到嘅，唔能這個團隊設計嘅嘛？我哋即個地方人設計有我哋咧烏油，复雜嘅烏油，還有我哋有做豆瓣醬，有五頭嘅豆瓣醬嗰度。有辣椒醬，啊，我哋呀面前的面條嘅，喺我哋咧可以做涼面，又可以做嘅乜嘅拌面，用我哋咧做嘅調油去做拌面，啊，我哋讓面用水燒差唔多4分鐘，燒啊，安尼浸一下冷水咪可以做涼面，啊，我哋去單槍去種調油嘅話，就係安尼攪就好食咧，我哋調油過香。啊，唔過等下，阿陣條到安尼收嘅個人啊，搶糖到喺前面嗰有影響嘅，唔能講烏油哦，唔能連复雜嘅烏油嘅做唔得時咧，唔能拿出來賣。誒烏油就係我哋咧調油啦。強到一下，什麼嘅啊，唔能連用心到人家做迄個烏油也拿出來，唔係喺唔能包裝方式烏油，底部係調油啦，吼。當空有潮州鐵道園區。因為有個包裝和特別設計個，你看有都冇相同，嗰時候講也相當於一個特別的電路，唔能連做一個一下長條嘅面，一下嘅，也係唔能設計用一安尼嘅包裝來裝一個面嘛。就反正特別去出身，也安尼盒嘅啦，一條一條嘅面都可以裝喺提底杯，啊，我哋有做個錢包，零錢包可以做零錢，仲嘅卡咪可以，刷卡咪可以。個貼喺咧，看到有個盒嘅啊，單槍嘅盒嘅，有其喺包裝喺火柴條嘅線咧，就冇印刷睇當過。嗰時候講米咧，人哋台灣咧火柴都睇當過嘛。係，差唔多，因為我哋要台灣冇法都印做啦，還有嘅版權嘅問題啦。哦，大部分都有啦，我哋這個台灣咧，啊，除了安尼，人哋片還有其他嘅電路嘛，根本你冇帶過來。我哋嘅還有。我哋咧鐵飯碗嘅偏動盒嘅，我哋是包嘅，上一買我哋鐵飯碗嘅偏動盒嘅，咪可以做定去我哋咧文創商品嘅，嘅有賣，我哋有做嘅，因為我哋有穆斯林有特別做嘅穆斯林嘅偏動盒嘅嘅，啊有歡喜有隔意嘅朋友都可以到我哋園區嘅買。哦，人甚至特別味道有個無強用嘅宗教信仰嘅人係作為一個穆斯林嘅偏動哦。啊，唔見無強用地方喺哪？無強用地方，因為穆斯林伊食得個槍，又唔可以食到豬肉嗰度。啊，我哋有特別要去買個膊頭白嘅嗰度，買幾多嘅準備定啲食物嗰度要分開來。啊，偏動盒嘅我哋是做蟲嘅。一般的鐵路盒是做蟲的嘛，啊穆斯林一定做鹽的。哦，所以講做嘢嘅差別，因為佢哋飲食嘅部分有佢哋信仰，無強用唔能貼喺去。啊，嗰時候講絕對唔好落咗強下嘅。唔可以落強下做。啊你除了有個信仰之外啊，吼唔能貼喺去準備。喺延期地方嘅規劃來講，像太年細子唔能也有準備無強用嘅法通嘛。像按你嘅規劃，喺之前提嘅其他嘅傳統。有讀到過嘅嘛？係一個唔來到鴉片爭天天嚟開始學嘅呀。因為我係專門專科喺餐飲科內場駐吹同外場所做嘅度，因為我係比較仔細、較細心啦。啊，我第擺去坐辦公室，基本係講唔關係，因為坐喺喺電腦面前要見打資料嘅度，因為我對電腦有冇乜嘅專業，故所以我會見問我哋呢地步嘅人，都係。
教我用来做。就等于讲有个最困难的部分，以前同人家最大的差别，你自家都刚刚讲做一个办公做天勉强打天哦一件事情嘛。你自家对于你自家来讲，慎重有哪条慎重的部分呢？慎重的话就因为伊教我同做天哦，因为调价，因为交代我其他部分事情，去洽工，同个公务人员去做公事情，同乜个公司去做乜个，就会交代我去，我就天天嚟同调价，同其他公司的人交流，我一個觀念又去改變幾多。就等於講心態上有所成長唔錯嘅啦嚇。你哋延期都更加好，發通有一定嘅多。不過未來嚟講，你哋團隊係會同一個延期有冇嘅規劃嗎？未來嘅話，我哋會繼續引進幾多嘅舊式嘅火車，我哋有乜個世界商用車廂，更加都陸續會準備到我哋園區底部。世界商用車廂的話，會有專門賣一個車廂底部賣我哋嘅電路，又可以做我哋咖啡糖。會慢慢地去創新啦，因為我哋更加延期完過新，像一年啦，係啊。嗰個講係你天天嘅事，唔過吼，本大家提講，人哋有個鐵塔延期做專門嘅主題記錄嘅課程，嗰個講未來假使講有機會，像目前嘅課程、目前嘅主題都可以你來看、你來聊聊，啫嘛。我哋更加有增設一些嘅乜嘅火車造景嘅藝術嘅東西。今年差唔多會多我哋延期，歡迎我哋大朋友、小朋友嚟到我哋延期參觀。哎呦，真期待呢！希望哦，大家有目標嘅東西可以去看，可以去聊聊哦。哇，觀眾朋友，今日看到一片，見講阿澤嘅手機，大家係唔係對一個延期有所了解呢？喜歡火車也好，喜歡去旅行、翕相嘅也好，你嚟一個延期，唔能絕對可以簽得到自家喜歡嘅東西哦。今日再一次感謝阿澤同我哋手機按精彩嘅故事，同安好一類嘅地方，感謝我。多謝主持人，多謝觀眾朋友。好喲，好，談到更加係咪有個上癮嘅呢？家嚟談談先生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天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